苏秦要离开咸阳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刚听说此事，赶紧跑来告诉您。快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去见苏秦。可您的身子……我身子怎么样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快去！是。来人，给我更衣。好皮子，那呆子哪里识货？说是当了，他就信了。哎，他已穷困潦倒，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？你看来了。见过贵人。苏公子呢？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哦，回乡了。午后出的门，说是要去东门搭乘韩国的货车。如果贵人此刻赶去，可能还来得及。货车啊？苏公子怎会搭货车？这件裘皮明明是苏公子的，为何在你身上？苏公子数次上策论不得回音，散尽金钱，因此决意还乡。小的可怜他落魄，原本替他垫付了几个月的房钱饭钱，但苏公子清高，非要将这件裘皮抵押给我，在下难以推辞。是吗？是。那为何苏公子走得如此匆忙？好像是有事儿。可能家里有事儿。住口！肯定是你们敲诈盘剥，苦苦相逼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贵人，冤枉啊！如果贵人能赶得上，请将这件裘皮转交给公子。梦仙难道如此不堪？先生不辞而别，我赶来送行，你竟然不愿下车！下车！你给我下车！先生，你下车吧，免得这位女子大开杀戒。你还是下车吧。过来！以后，请松手，如此行事有损您的名声。我不松手，怕你走了。我不走，即使我想走，车夫也不敢走。是我梦萦，求你千里传书，并承诺，若你有才华，定会得到我父王重用。没想到来时气宇轩昂，去时就衣敝履。先生，是我害了你。苏秦学识不足，不得赏用，客居在外，寒碜用尽，与你无干。为何你不肯接受我的金帛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就算苏秦穷困潦倒，也不想错言无地。先生何苦这般为难自己？你是秦国公主，燕国王后，该顾及你的名节身份，还有你的孩儿。先生诧异，梦萦无国无父，连唯一的孩子都被赵国劫去了。我已一无所有，还讲什么身份名节？怎么了？你母子不是一起回到秦国的吗？我们离开韩国时，遭到赵人伏击，我的孩儿
被赵国劫去了。那你父王没有派人去救吗？赵侯雍劫去我孩儿，打的就是劫持嫡公子，以谋取燕国王位的意图。就算秦国大军攻入赵国，都未必能夺回我孩儿。以后你受苦了。莫言认命了，先生不必怜悯。罢了。先生若有高见，还请赐教。在我看来，此事并不难办。先生若有办法，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？不了，我数次上策论，你父王不屑一见，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？我随口一说，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，悉听尊便。先生请讲。燕国君臣意味逆天为人，不但国内动荡，更会引起诸侯不安。赵侯雍扣押了公子职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，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职为借口入侵燕国。但眼下，赵国军队还拖在函谷关，不能两面作战，想要一箭双雕，既解夫人之难，又解秦国之围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我们寻机挑起燕国的战乱，再以此迫使赵国不得不放弃与秦国为敌的策略，共同拥立公子职继位为燕王。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国内乱？齐国。齐国？对。赵国有燕王哙之弟公子职，而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却在齐国为之。燕王哙打算让位于子之，可太子平却因此失去王位，岂有不恨之理？诸国联兵攻秦，而齐国这次却没有加入。我猜他们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，只要在太子平身边挑起事端，齐国必将卷入燕国之乱，由此，赵秦两国便可出手了。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，为何无人肯做伯乐石马，却使得明珠暗投？苏秦也认命了。帝后，愿你母子团圆，平安回到燕国，执掌一国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缘一会，今日告别，各自东西。先生请留步。苏秦已经烧了为秦王所写的全部策论，就此辞别咸阳，不会再回来了。等等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望先生的这件貂裘能带给先生梦莹给不了的温暖。先生，好生保重。既然先生去意已决，我当敬重他的抉择。王后，好了，今日就练到这儿吧。什么事？苏秦已经离开咸阳了，大公主去追也没追上。苏秦能否追回来，全在大公主；能否留下来，却在大王了。此刻，大公主已经去了宣誓殿找大王，
想必是想让大王把苏秦再给追回来。父王，如此一来，诸国困秦之局可转化为列国困燕之局，秦赵两国更可借鹬蚌相争，成为最后的渔翁。这全是苏秦想出来的。是啊，父王认为是否可行？类似的谋略，张仪也提过。看来苏秦的确有才。的确如此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孟莹，你先回宫歇息，我会派人速速追回苏秦，并和众臣商议此事，争取让齐王早日发兵燕国。谢父王，孩儿告退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穆坚在。去把雍瑞给我召来。是。且慢，大王，可是要雍瑞追回那已经在回国路上的苏秦？不错。此事应在斟酌。为何？大王要使人追回苏秦，是因为大王看中了苏秦的才华。正是。可苏秦的才华与张子相比，孰高孰低？伯仲之间。那张子与公孙衍相比呢？难分优劣。正是因为苏秦才华横溢，国士无双，才让臣妾想到公孙衍弃官而去的前车之鉴。一山不能藏两虎，苏秦性情孤傲，与人交往不知缓转。眼下秦国朝堂上，张子深得大王重用，臣妾在策论中窥知，苏秦的谋略主见与张子相似。苏秦入朝，倘若与张子和睦还好，若是不和，会让大王十分为难。王后接着说。苏秦的策论词语犀利，论点精辟，但他的主张并无新意。大王若追回苏秦，却失了张子，会使得政务动荡，让国人不知所措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不可用人不定，政令反复。寡人一用了张仪，就不能再用苏秦。王后说得对，此事作罢。王后昔日与张仪嫌隙很深，为何今日来为他说话？国家大计，远胜于个人好恶。好，王后很好。大王谬赞，臣妾只是想尽微薄之力，为大王分忧。王后祸目开金，达人大官，寡人从此要对王后另眼相看。舒儿过去散逸懈怠，全是舒儿的不是。我得舒儿，如周武王得一江，楚庄王得樊姬也。大王，臣妾哪比得上一江、樊姬那样的贤后？为女子者，困于闺中，眼界小，格局小，气量小，那是天生性情，也是后天所致。古往今来，很少有女子能够出类拔萃，卓绝群伦。寡人若能遇到一二，都是珍宝。大王，臣妾日日心系秦国与大王，只要秦国昌盛，大王欢喜，臣妾死而无憾。对了，光顾着说话了。天凉了，臣妾为大王熬制的川贝秋梨糕，让大王尝一尝。好，拿来给寡人尝尝。若是觉得不错，臣妾再为您做。好。大王已经知道了王后的好处，从此会更加好好珍惜王后和公子荡。这只是开始。不过记住，千万不可在外面提起今日之事。为何？大王都说王后出类拔萃，于秦国有功呢。这功还是记在芈月头上吧。王后，你想，本来大王想派人请苏秦回咸阳，但却被人极力阻止。对呀，
像是芈月坏了大公主的好事。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？不是说好要派人追回苏公子吗？算我看错了他。公主知道这中间的缘由。在后宫之中，能让我父王改变主意的还会有谁？难道是芈月？除了她，我想不出第二人。议后，芈八子求见。不见，就是我身子不舒服。是。大公主平日就算身子不好，也从不会如此回绝夫人。除了身子不好，大约心情也不好。大公主好可怜，夫人该帮帮她。我想帮她，只是眼下不知如何才能帮到她。自上次司马将军大胜后，双方战事一直僵着。如果等齐国发兵，再解函谷关之围，不知拖到何日。近日，我军进行了休整，又增添了粮草兵卒。臣建议，趁天气转暖，把兵马可以分成2支，一支重兵对付函谷关下的联军。开战后，先是猛攻，然后佯败，将联军诱至休于这个地方。此处是设伏的绝佳地，让司马错率另一支重兵等在此处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们在休于好好招待他们。大王，魏军重甲直戈佩剑，我们新研制的大批弩机正好用来对付魏军的重甲。至于韩国的弩机阵仗，魏国的重甲兵卒是弩机阵仗的守护，攻破了魏国的重甲，兵马可以从侧面进攻，使得弩机阵仗成囊中之卵，一击即破。前阵子我让乐女们排演了几曲楚乐，听着还算雅致。今日正好立春，请姐妹们来交房殿清斟浅酌，共享行云流水。来，姐妹们。我昨日就差你去请大公主，为何大公主没来？婢子去了2趟，可大公主身边的人说，大公主身子不适，不来了。月妹妹，你与大公主一向热络，不知梦莹的身子是否要紧？我去探望过几次，但大公主一直不肯见人。大公主一定在与人怄气呢。她是大公主，她那身份容得下与人怄气。怎么，是芈月阻拦大王迎苏秦回咸阳的吗？宫里都是这么传的。芈月与梦莹情同姐妹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是为了张仪。几位姐妹聊得好热闹，能否说出来让我也听听？王后，大公主病得蹊跷，依臣妾看，还是得请一位靠得住的太医去诊诊脉才好。妹妹提醒的是，珍珠，奴婢在。你去找太医令，让他派个好点的太医，专门照料梦莹，好好调理她的身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月妹妹，干一杯，为了你我的姐妹情谊。公元前317年，秦前左庶长初里吉率军出函谷关，反击韩赵魏3国联军，于休于大败联兵，斩敌8万多。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，韩国太子焕战死。
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，从此六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。今儿饿不饿呀？要去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继儿又长高了。对。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？今日大朝没什么事，只是谈论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。我已下令将修鱼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秦国势力日强，六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。这一战之后，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。诸国战败，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。张子这次出使列国，定会风光得很。大王，是否让张子出使，先去赵国？我知道，你这是为大公主计。哎，好香的饭食啊！寡人在这里用晚膳。大王好口福，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，鸭肉性凉，大补虚劳。今儿和大王一样，喜欢吃鸭子。这次修鱼之战，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都立了大功。真的？那要给弟弟和公子华封赏了。司马错在奏章上将魏冉好一顿夸奖，说修鱼之战，魏冉提供了绝佳的伏击点，兵领军以5000人挡住了好几万韩魏联兵，为楚离子的追兵到来赢得了时间。太好了，魏冉没有给你和寡人丢脸。月儿，该感谢司马错将军调教有方。小冉从军时还是个孩子，他在军中长大，向骁勇善战的将士学了一身本事，那是他的幸事，也是他够努力有天分。这么多军中勇士，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，唯独是他立下大功，证明他才干出众。寡人准备好好赏赐于他。那大王打算赏他什么？司马错上表说，请封他为君侯，赐大夫爵。寡人劝你封他为皮将军，赐攻城爵。月儿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此次为何不谦让了？当仁不让。倘若大王因为宠爱我而赏他，或者是他绝不抵攻，那才需要谦让。如今大王赏赐他，是因为魏冉自己立下的军功，我何必替他谦让？好一个当仁不让！更何况，大王欲提拔军中青年将领，以替代世袭军将以及老军头，月儿深以为然。眼下前门收拾了猛虎，后门该教训恶狼了。寡人腾出手来，打算关照一下搅扰我大秦多日的一群人。那大王打算让谁去？我知道了，定是那个刚刚被封了皮将军、赐攻城爵之人。大王放心，魏冉定会知恩图报，再立新功。知寡人者，芈月也。痛不痛？不痛。姑姑看着都痛，公子怎会不痛啊？只是皮肉破了，又没有掉脑袋。当儿这孩子太莽撞了。早上当儿和壮儿一同去骑马，内侍们照应不周，2个人都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壮儿疼得直哭，当儿却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勇敢是我秦人之美德，为王者要有气壮山河、勇冠3军的气势。大王还夸他，您瞧这一身新衣，半日就被扯了好几个口子。新衣破了可以缝补，
像壮儿那样，胆子破了，拿什么风波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吗？荡儿休得无礼。父王小的时候是个打架高手。怎么样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，而且还是高手。这孩子，整日和小内侍们混在一起，摔摔打打的，我都担心他受伤。父王的天下都是打下来的，还是昨日一个打他们2个，今日我要打他们3个。好啊！公子人小志大，好厉害！壮哥哥，走！父王，母后，儿臣告退。你们也下去吧。同是兄弟，相比之下却大相径庭。当儿自小最像我，骁勇果敢，有胆量，王者风范。大王如此夸赞，我是担心惯坏了荡儿。明日让荡儿搬入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寡人也好时时对他指教。谢大王恩宠。寡人回成明殿去了。恭送大王。人家都说进了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就是为立太子做准备。大王当太子前也是在成明殿读的书。这话不可到外面乱说，让大王听见就不好了。王后，大王还下令封了芈月的兄弟魏冉为皮将军，赐功成爵，还不都是因为芈月？且不说芈月在大王眼中的分量，那魏冉封爵是因为在函谷关立了军功。只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能为我争天地的好兄弟。不过大王最中意咱们公子，王后有了公子，再高的爵位哪比得上未来的大王？昨日甘茂与张仪在朝堂上又吵了起来，甘茂和张仪历来不和，大王提拔军中新进少年替代世袭军将，必然引起甘茂等朝中旧人和老将军们的不满。珍珠，你去给我拿500斤，外加100匹楚锦，给甘大夫送去。他也是楚国人，曾是石举先生的弟子，我们对他更该亲近些才是。另外，给初离子送上同等份额的礼物。他是荡儿的王叔，亦是左庶长，大王向来依仗他，朝廷里有他说话，大不一样。若甘大夫和初离子问起来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何以送如此重礼？就说荡儿从小热心军务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甘大夫和初离子的悉心指教。是。绿儿，快点，快点！公子，公子，慢点跑。公子，这是你通哥哥，快跟通哥哥打招呼。通哥哥好。公子，这是你的弟弟公子季。去摸摸小狗狗。季弟弟好，我可以摸摸它吗？你可以抱抱它。弟弟。公子，公子，王后也是为了你好。别来烦我，说不多就不多。我喜欢读甘茂大夫给我拿来的《楚兵法》和《诗谣》，不喜欢读《周礼》和诗书。可你不读周礼和诗书，将来如何当太子？如何当大王？读兵书，会打仗，将来就可以做大王。嘿，小狗儿，公子，公子，丽儿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你抱它一下。哎呦，公子，你怎么推人？没看见，不是诚心的。我是哥哥，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？哈哈，你还好意思当哥哥？风一吹就倒。你以右犯长，不知礼仪廉耻。我是嫡公子，将来还要做太子，
你不给我让路，你以下犯上，以剑犯贵。你当得上当不上太子是父王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当不上太子，可也下本公子就推你了。你又怎样？你欺负人，欺负你又怎么样？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这孩子怎么无人管教？竟然冲撞嫡公子，还不快快赔罪！是大哥哥先推倒了通哥哥。你这么点小人，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讲理。公子说得好。绿儿，我们走。你走，蛇狗留下。你为什么抢我的绿儿？这是我的狗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，臭狗！绿儿，绿儿，绿儿，你摔死了绿儿！你赔我的狗！你赔我的狗！你赔我的狗！哎呀，我怕。公子没事吧？公子头，来，怎么样？公子头，公子头，真没想到公子到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毒，惠儿没有尽责，请夫人责罚。这也不能怪你。当儿戾气如此之重，不是好事。不知王后是否有所察觉？公子通头上流了好多血，那小狗也死得好可怜。樊长史应该带着公子通去找大王讨个公道。小孩子间打架，如何让大王评理？再说了，那樊长史是最胆小怕事的人。那樊长史就只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了。戾气伤人，既伤自己，又伤他人。好高兴啊，东哥哥哭了。季儿，咱们把那2只小黄鸟送给通哥哥好不好？好。姬儿是个和善的好孩子。姬儿，娘亲抱抱。我的小鸟给东哥哥。好孩子，娘亲一会儿给你做枣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樊长史也别太伤心了，小孩子伤口长得快，换几次药就会好的。那公子当欺人太甚，童儿与他也算是兄弟，可他却下此狠手。娘亲莫哭，孩儿以后多吃饭，快快长，长大了为绿儿报仇。童儿休得瞎说，那应当是嫡公子，他娘亲又是王后，你哪里惹得起他们？是嫡公子就可以欺负人吗？那通儿和娘亲就要永远被别人欺负吗？小孩子说话都是无心的，樊长史也别太在意了。夫人，八子身边的惠儿来了。哦，樊长史，八子让我过来看看公子通伤得厉害吗？这是一盒生机神仙散，八子说是治跌打的灵药，给小公子敷上，等伤口好了以后，连疤痕都不会留。不错，这里面有川贝、冰片、龙骨、麝香，的确是好药。这个是公子季送给公子通的小黄鸟，公子季说等有功夫，他来陪哥哥一起玩。回去替我谢谢八子，告诉他，等过一日通儿好些，我便亲自带着他去八子那儿道谢。樊长史不必多礼，惠儿告退。智婆婆，你看这2只小鸟多好玩。有些人我们惹不起，却躲得起；可有些人，我们一定得记住人家的好啊。姐姐，妹妹来得正好。都说这插花讲究高低错落，疏落有致。你看这花该怎么插好看？姐姐，让我来试试。姐姐，你看，
这样如何？俯仰呼应，上轻下重，还真是好看。快，把这花拿到当儿屋里去。是。赐座。是。这几日当儿在成明殿读书，辛苦得很。我担心大王过于器重当儿，万一当儿有点差池，反倒让大王失望。大王是希望公子有一日能成为气力大统之人。是啊，都说当儿虽小，但有王者风范。王者应具有五德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。妹妹像是话中有话。姐姐可知，昨日当儿在园子里为了公子通养的一只小狗起了冲突。果真有此事？是，王后。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公子通先招惹了公子。小孩子和小孩子嘛，都是打出来的交情。当儿打伤了公子通，还摔死了小狗。王后，那个公子通可比咱们公子的年龄还要大一点呢。公子通比当儿年纪还要大，却打不过当儿，也是笑话。姐姐可是希望当儿有一日能成为大王？人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妹妹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担心当儿身上有一股戾气。当儿才多大，哪来的什么戾气？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好了好了，姐姐知道了。等当儿回来，我会教训她的。是，姐姐心里有数就好。当儿就快从成明殿回来了，给她的点心准备好了吗？回王后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既然姐姐忙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妹妹慢走。八子虽说好久没来马厩了，但那匹马我都让这儿的人小心伺候着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，你脾气还是那么大吗？一渠人的种生猛得很，这平日都没人敢招惹他。一会儿等他吃饱了，带他去透透风。是。大公主。大公主，大公主，你是有意在躲避我吗？八子见谅，你是父王的宠妃，我上赶着巴结还来不及呢。你我之间无话不说，从不兜圈子。以前没有，以后必不可少。这是为何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八子只要不怪罪我以前的莽撞无礼就好。我几次去你宫里找你，你都让侍女把我挡在门外，说你身子不适不见人。我想知道缘由。提起缘由，我倒是想知道，你找我何事？燕王哙让位给子之，齐人已经借太子平之名准备攻打燕国。大王派张子出使，与赵侯雍相约，等燕齐两败俱伤之时，共伐燕国，助你和公子之复国。好高明的计谋。的确高明。这计谋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大王的，好像并不完全是那个以锦囊妙计著称的张仪的。大王告诉我说，这是苏秦的主意。他苏秦数上策论都被退回，可见父王身边人才济济。为何父王还要听从一个落魄世子的计谋？大王唯才是举，
物有所依。这话他人或信，我却不信。为何？张国相是八子的至交好友，他人耀目，岂不使得国相黯然？大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恐怕他对有些事情误会了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昨日听到大王有些咳嗽，臣妾特地熬制了贝母百合羹，给大王润肺。加了蜜糖，很可口。自从函谷关大捷，大王名扬四海，接下来大王准备如何？王后猜猜。那就是帮着梦莹母子复国。错。大王准备巡幸四季。比那更重要。公子们都即将成年，大儿也过了8岁，望9岁了。大王是该看远一些。臣妾猜测，大王是……寡人已经教训了韩赵魏3国，下一步就是收拾老在寡人身后趁火打劫的义渠人。前些日子，大王不是让司马错带着魏冉去收拾义渠人了吗？他们定会让义渠人长些记性的。今日战报，魏冉连连击溃义渠兵马，眼下义渠王已经被秦军围困在他的老营，寡人打算亲自带兵去征服他们。大王威武，必定一举成功。这次出征，是否要带上嫔妃服饰？带1、2个便可。臣妾想那景氏性情温和，细心体贴，照顾大王定是最好的。景氏失去了孩子后，身子一直没有恢复，出征车马劳顿，过于辛苦。寡人还是带上芈月去吧。芈月曾经去过义渠人的驻地，对那里多少有所了解。芈月服侍大王多年，深知大王习性，她当然是最好的。臣魏冉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谢大王。这就是义渠老营吗？是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不足万人。眼下义渠苟延残喘。司马将军、魏将军，你们以为下一步战局如何？义渠人向来狼戾不仁，这几个月咱们打了几场大仗，俘获了不少义渠人马，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。现如今，义渠王和他的部下就被围困在这山谷里。前几日还派人传出信来，说愿意归降秦国。
让咱们尽快派人前去商谈。不过困兽犹斗啊，有探马报告说，山谷里兵马调动频繁，只怕义渠人是打算假归降，而趁商谈之际拼死突围。兵以诈立，义渠人天生桀骜不驯，寡人要当心他们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米八子，大王，丫头啊，可见过了你弟弟魏冉啊？他在军中军务繁重，哪里顾得上？寡人见过他了，年轻有为，英武不凡。等收复了义渠，你们姐弟俩就可以好好相聚一下。谢大王。这是干嘛？大王别动，给你戴顶花冠。好看。如何好看？以你嫣红，老伯戴上花冠，比戴王冕好看。后宫女子也就是你，以为花冠比王冕好看？他们是太看重那顶王冕，而不在意是否好看。又说傻话了。老伯嫌弃月儿，傻有傻的好处，有何好处？赤子之心，纯一不杂。谢老伯夸奖。这些日子，老伯鞍马之劳辛苦了，要不要跟月儿去外面散散心？草原是郁郁葱葱，美不胜收呢。寡人打算明日派人跟司马将军一同前往义渠营地，商议接纳义渠王归降之事。一来，谈谈他们的虚实；二来，也要他们知道秦军这边以逸待劳，严阵以待，免得他们仍存侥幸之心。这个人最好跟义渠有点交情。若是张子或者雍大人能在就好了。张仪出使列国未归，临行前雍瑞又病了。司马将军过于耿直，遇事不善转圜。那老伯觉得月儿如何？你不说，寡人正想问你。那义渠王听说你跟寡人来了，竟派人来说要见你。他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的，因为义渠大营里有芈月的兄弟，就是那个被狼养大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是由我陪司马将军前去，只当是探访故人。即使他们有所算计，也不会特别提防一女子。好吧。司马错拜见义渠王。义渠王，别来无恙。月公主，听说义渠王打算率部归降，八子特来探望故人。大王，大王，月公主，身为秦王的宠妃，亲自来到我义渠大营，是我等的荣幸。请。大王听说义渠王迷途知返，有归降称臣之心，十分欣慰。义渠与秦国本为友邦，早有盟约，朝贡于秦。只是义渠王受公孙衍挑唆，反复背叛。这次还需你等拿出诚意，真心相见，才可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义渠人向来都是先谈交情，后谈交易，酒过三巡才知道是不是朋友。上酒。慢。按大秦的规矩，该是先谈交易，再谈交情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什么都别谈了。义渠王不要对司马将军恼怒，他不知义渠人的情分深浅，都在这酒水里。
芈月愿意客随主便。我先来敬义渠王一碗，望义渠王能推诚相待，口能对心。月公主早年在我义渠做过客，也该知道我义渠的习俗。来，司马将军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也敬义渠王一碗。干！干！这些年，我一直牵挂留在义渠的亲人，不知小狼弟弟可安好？还小狼呢，那小子如今都已经是头狼了。义渠王古道热肠，能否方便时恩准芈月与弟弟一见？好，没问题。司马将军，来，再干！干！司马将军，你也是初到义渠，我虎为敬你一碗。多谢。干！月公主，你我是故人，我敬你。义渠王说是要归降大秦，可我刚才进来前，看到义渠兵马枕戈待旦，戒备森严，毫无懈怠，这不像是要休战的景象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自己的，这睡觉也得睁一只眼。这是你的老营，是你们义渠的地盘，你若不想归降，秦军谁又能围得住你们？可见我义渠人归降之心绝无虚假。明明是待价而沽，却说自己诚心实意。你那义渠草原大半都到了秦国手中，你就算逃出这山谷，又能有何作为？如此说来，我义渠只能向秦国称臣了。不过，我既已称臣，秦王必须以礼相待，从此两相相安无事。可秦王要的，并非是义渠名义上称臣，而是真正的归降。义渠王去王号，改称义渠君，也就一字之差。义渠治理也都要推行秦法。什么？义渠是我的义渠，为何要推行秦法？既然义渠王对秦王称臣，那义渠就该是大秦的国土，推行秦法也理所应当啊。你要是这么说，归降之事不谈也罢。义渠王糊涂，你想想，自从大秦推行新法，国强民富，天下无敌，立威诸侯。既然秦法对治国治民有好处，你为何不先试一试再说不呢？义渠人有义渠人的活法，为何要向别人学？你那活法若好，就不会被秦军铁桶般围在这山谷里。你们归降已经是城下之盟，但秦王仁义，他已经答应将占领的义渠土地全部交还于你，并由你来管辖推行秦法。从此大秦就是义渠的后盾，遇上天灾，大秦就是义渠的粮仓；遇上敌手，大秦就是义渠的帮手。这有何不好？义渠王是聪明人，秦王愿意从此与义渠化干戈为玉帛。秦国强大，义渠也强大；秦国富足，义渠也富足。义渠众生的福祸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义渠王，我何时能见我弟弟？本王改主意了，我看你们姐弟还是先别见了。啊，义渠王这是何意？等我们这桩买卖真正谈妥之后，你们姐弟再见也不迟。大王，谢大王。谈判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义渠人接受了全部归降条件。好，
义渠人这次总算学乖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可以举杯庆贺了。是。魏将军，你姐姐很好，有空去看她一下吧。谢大王。让我们一起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干！干！来，我们大家再敬秦王一个！敬秦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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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！干！草原上的酒果然不一般，寡人喜欢。芈月公主，这草原上的酒，秦王说了很不一般，难道你不想尝一口？芈月敬义渠王。请。芈月公主，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啊！秦王，刚才你说这草原上的酒很不一般，其实啊，我这草原上的女人也很不一般，不知秦王你是否喜欢啊？女子似酒，又不是酒，要看个人的口味。寡人就喜欢芈月这种口味。不知义渠君的草原上有没有同样的女子？世上谁人能有像秦王一样的好福气？好，为好福气，干杯！干！魏冉将军好酒呀！干！大王恕罪，芈月约了魏冉弟弟相见，去就来。去吧。为了大秦和义渠的盟约，义渠君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请。姐姐，来，快起来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
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葵姑，像荣弟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野性未驯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，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。义渠君。义渠王，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长得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？小狼？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呀，来呀！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，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字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更何况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拿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吗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试试身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
回来！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三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将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过我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狼小狼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嗯，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白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狼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义渠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。